继续来看花莲的天王星大楼，因为地动倒坍起，有一个住户死亡。早起，花莲地检署的检察官到现场来勘验，因为这栋大楼的1楼过去是酒吧，是不是有讲改变经过，影响到建筑物的安全？检察官是低调，无愿意加讲。咱的记者嘛发现，伫即届的地动，花莲受损严重的建筑物，包括天王星大楼、甲北滨街的透天厝，拢出现着软卡式的坍起。为什么会安尼呢？技术工会讲，这代表建筑的结构确实是出问题，但是实际原因要搁进一步来厘清。官讲来到大楼，花莲天王星大楼倒去，真侪住户隔一暝继续伫咧路口等，想要知影讲当时才当转去。被震歪的天王星大楼现场，目前依旧持续用土石垫高，避免建物持续倾斜。而上方可以看到土木技师、特搜人员以及检察官正在取证，要做后续的调查。我们现在在饭店，对。那这样子，政府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帮助？下午1点半我们会开会，这样。为了调查出大楼倒起的原因，下晝8点14分，花莲地检署检察官坐分推车飞到现场勘检。面对媒体问会，无想要讲伤济。我们这边都没有预设立场，我们现在刚到场而已，还没有进行调查啦，所以真的无可奉告，好不好？就惊大楼阁起去，花莲县政府找当机构先伫咧大楼底蹲坑阿蒙土角暂时处理。搜救人员嘛阁一摆进入大楼内底一台搜索，想要阁一摆确认内底无其他住户。这场地动造成花莲真侪栋厝受到损伤，包括伫咧兴元路和中山路口，厝起38年的天王星大楼和北滨街5层楼透天厝，全部拢害甲真严重。实际比对发现，这2栋厝拢是1楼的条东起，就亲像软卡下。因为昨天才刚发生，资料的收集上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收集。厝倒去拢是1楼软卡下关系，才会袂知。啊，这2栋厝1楼过去捌是酒馆和早顿店，是原本伫咧起厝时就乌白起，无照期工起，或者是落尾业者装潢定翻修，害1楼的结构变歹。等勘检的报告出来，才会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